Hello， 歡迎大家嚟到 Football View 啦。阿 Kit 上個禮拜咧貼中咗熱刺對富咸8.5倍波膽噃，成績唔錯喎。係啊，今個禮拜焦點賽事咧有利物浦對車路士，係睇賽事預測之前都去重翻上個禮拜成績先。上個禮拜貼中咗6場主客和同2個波膽，曼城對西布朗中咗1.12倍主客和，侯城對阿仙奴中咗1.56倍主客和。諾域治對利物浦中咗1.3倍主客和，紐卡素對史雲斯中咗2.4倍主客和同8倍波膽，亞士東維拉對修咸頓做咗3.2倍主客和，熱刺對富咸中咗1.4倍主客和同8.5倍波膽。上個禮拜我哋貼中咗最多嘅主客和係亞士東維拉對修咸頓有3.2倍。而最多個波膽係熱刺對富咸有8.5倍。今季一共預測咗347場波，貼中咗171場主客和同40個波膽，命中率超過49%。全季貼中咗最多嘅主客和係熱刺對紐卡素同埋利物浦對亞士東維拉有6.6倍，而最多個波膽係諾域治對愛華頓有13倍。呢場睇下修咸頓對愛華頓，愛華頓咧要繼續努力爭前4啦。咁呢場波係咪不容有失呢？愛華頓上場咧就贏咗曼聯啦，咁信心就爆晒棚啦，梗係想全力攞分噶啦。不過咧，修咸頓主場成績都唔錯噶，咁所以今場應該都幾難應付啦。估1-1打和啦。預測賽果修咸頓對愛華頓係1-1。呢場睇下富咸對侯城，富咸咧要護級成功啦，今場就要去盡啲啦，爭取勝利。咁你點睇呢場波呢？富咸咧應該都係當呢場波係杯賽決賽咁踢噶啦，因為咧要贏波先至有一線生機啊。咁雖然對手咧仲有3分先至到安全線，不過咧富咸喺主場嘅威力之下，應該都可以贏到2-1。預測賽果富咸對侯城係2-1。呢場睇下史篤城對熱刺，呢場波咧即係影響到兩隊嘅排名高低嘅啫，咁會唔會係悶戰一場呢？熱刺係要爭歐霸杯嘅資格啦，咁而咧史篤城就想破天荒喺頭10位完成比賽喎，咁不過佢哋咧喺主場都贏過唔少強隊，咁相信今場都可以贏2-0。預測賽果史篤城對熱刺係2-0。呢場睇下史雲斯對亞士東維拉，兩隊將近上岸嘅球隊啦，咁你有啲咩睇法呢？維拉上場和咗波啦，咁就終止咗連敗，咁而上場史雲斯都贏咗波，咁就差唔多成功護級，咁不過兩隊今季嘅表現咧都麻麻地啊，咁所以咧都係1-1打和啦。預測賽果史雲斯對亞士東維拉係1-1。呢場睇下西布朗對韋斯咸，西布朗咧今季只係贏過6場波啫，咁今場可唔可以成功上到3分護級呢？韋斯咸而家有37分啦，咁基本上已經算安全噶啦，咁而西布朗今場只許勝不許和，咁而對上2場咧，起碼有至少2球嘅進賬啊，咁所以估佢哋今場喺主場可以贏3連敗嘅韋斯咸3-1。預測賽果西布朗對韋斯咸係3-1。呢場睇下曼聯對諾域治，看守領隊傑斯咧第一次咧以非球員嘅身份咧帶領曼聯出戰，今場波真係萬眾矚目噃。曼聯咧喺炒咗莫耶斯之後咧，咁相信班球員都想贏翻場波，振奮下士氣㗎。咁再加上傑斯咧咁喺球隊裏邊咧都受到球員嘅支持㗎，咁估佢哋都會出盡全力贏諾域治3-0。預測賽果曼聯對諾域治係3-0。呢場睇下新特蘭對卡迪夫城，今場波咧邊隊輸咗咧都好大機會冇得留低喺英超噶啦，咁你睇好邊隊呢？其實兩隊攻守都弱噶啦，咁不過咧近排新特蘭真可以話係氣勢如虹啊，唔單止作客和咗曼城啊，咁上場仲贏埋車仔添，咁相信今次可以喺主場贏到2-1。預測賽果新特蘭對卡迪夫城係2-1。呢場睇下水晶宮對曼城，曼城咧要爭冠軍咧，今場就唔可以再失分啦，咁否則咧有機會就好渺茫噃。水晶宮咧已經連贏咗5場噶啦，咁近排嘅成績仲好過曼城添，不過論球員質素咧，曼城都好過水晶宮嘅。咁雖然亞古路同埋施華受傷啊，不過都睇好佢哋可以贏到2-1。預測賽果水晶宮對曼城係1-2。
呢場睇下阿仙奴對紐卡素，阿仙奴咧今場可唔可以繼續贏波，保住頭4呢個位置呢？嗱，阿仙奴咧今場有藍斯復出啊，咁再加上前鋒普杜斯基重拾射門鞋，令到佢哋近幾場嘅表現咧都有改善。咁再加上對手紐卡素咧已經連輸咗5場噶啦，咁所以估佢哋今場可以大掃對手3-0。預測賽果阿仙奴對紐卡素係3-0。嗱，呢場係焦點賽事，利物浦對車路士。嗱，上場輸波之後咧，車路士爭標嘅形勢咧就變得更加被動啦。咁今場大戰佢哋會點應付呢？嗱，其實車仔咧賽前已經講咗，就係會派後備上陣啦，因為咧要有足夠嘅人手喺星期3爭入歐聯決賽。而力爭24年嚟第一個聯賽冠軍嘅利物浦咧就冇呢個後顧之憂啦。11連勝嘅利物浦應該可以贏到3-1。預測賽果利物浦對車路士係3-1。阿 Kira， 不如等我哋重溫翻今個禮拜嘅賽事預測。好。修咸頓對愛華頓1-1，富咸對侯城2-1，史篤城對熱刺2-0，史雲斯對阿士東維拉1-1，西布朗對韋斯咸3-1，曼聯對諾域治3-0，新特蘭對卡迪夫城2-1，水晶宮對曼城1-2，阿仙奴對紐卡素3-0，利物浦對車路士3-1。